后来乡亲啊，讲即摆哦，一寡小食面是愈来愈贵。最近网络顶就有网友咧问讲，即个鸡排、臭豆腐甲蚵仔煎价数已经破百，大家有法度接受无？是引起着热烈的讨论。尤其是3月底要召开的电价审议会议，到时阵即个电是毋是起价，嘛牵动后一波的物价通货膨胀的压力。蚵仔煎进一个，本来讲90进一个，阮减去卖一个100。咱食会落。人嘛是生意做好，无咱就卖食，咱唔敢看，咱卖食就好啊。真是愈来愈薄，想要食一个点心，都爱想不吃苦。即晚呐，蚵仔煎卖100，含鸡排卖100，臭豆腐嘛100，佮有大肠蚵仔面线，大碗嘛卖90。这食食即马拢变甲贵三三，民众的压力嘛对咧变大。啊，你房租去店价去，逐项嘛去生生做生意，是咱这人客出钱的啊。薪水没有涨啦，胡椒饼几年前才35、40块，现在65块嘞。第三贩卖的头家娘，一岁贩卖卖40，坚持卖40档。不过贩卖正费的成本煞扣咧起。正常拢差不多一箱炒700、8块。进前一箱2000几，我嘛是一支卖40块，人客咧爱我讲，你莫食，你等下俗到食。我现个卖零，我现了钱啊。除了实在成本步步高升，台湾储税指数已经是连续超过40个月拢伫咧起，店租成本干那起袂落，牵动物价指标电钱3月底特别开审议会决定，甘要阁继续起，点心大菜单计数换甲比春联阁较紧，啊，当时会阁再落价。起就袂落，足足起个村里会落。要落价应该是无遐简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